那继续来看这栋二顶一届的地洞已经列做危楼的通水大楼，嘛互半暝地洞由一个规个拆落，原本1楼、2楼变地下室，3楼瞬间变做1楼。啊，室外本地咧记载的杠娘嘛又登去，加在这栋大楼的住户嘛已经来撤离了。只是本地住户也会当登去厝摕物件，即卖暂时拢袂当登去咯。大地洞一日来，杠娘害甲真大下，规庙前后3支杠娘拢挡袂牢，倒去现场土粉碰碰影，规个画面拢看无。拢叫那物件拢震到坏掉了。这刚刚你看那个 H 钢本来是撑的，应该是刚刚震倒的。花莲明烈路的通水大楼，伫4月初3就已经起去啊，被打红单，想不到今日透早真济摆地洞，互这个大楼挡袂牢，就咧倒去。1、2楼拢挤落去，3楼瞬间变1楼，铁机啊看现场面真恐怖。住户本来被安排转去摕一寡物件，因为即马暂时袂使转去啊。那今天在5、6点之前都还正常，那就是有最后一次我们要进去的时候，大概5点多那一次就取消进入了这样，因为那一次比较慌。阿伯往后。加在通水大楼附近要算是宽，附近是停车场，倒去风险较低。因过为了防止发生危险，大楼室内本来有5支，室外有4支，总共9支杠娘吐掉咧。地洞发生后，剩4支要伫咧。时间单位透早就入来刷杠娘，搁兼吞土，有民众冒到大楼边啊，真唔甘讲因兜要互拆掉去啊。就是很担心这个房子的状况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所以也一夜难眠呐，然后想说天亮了，然后就想说赶快跟几个住户比较好的大哥啊、大姐他们约好，就一起过来静静的陪他。大地洞了后，通水大楼目前是无人伫住，嘛无人调伫内底。看到厝倒去，这个住户是真唔甘，真唔望讲心爱家园会当早一天重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